只需要一條線就搞掂成個系統，即插即用，真係好方便。大家對 QSCL Class 系列都好滿意，佢夠晒簡單。我叫 Don， 我喺 Turner Music 做嘢。我哋呢度做咗6年，主要負責現場錄音部門。當我知道有 QSCL Class 呢個產品，我覺得會係一個幾好嘅方案。好開心可以借幾套示範系統，我哋試下，我哋同學校一齊用，佢哋都好滿意。我係 Josh Irving， 我係 Pymble Ladies College 嘅視聽服務統籌。我哋學校有超過100年歷史，有一邊球場有啲舊喇叭，另一邊就得一個好細嘅 PA。我哋借咗 QSC 嗰啲 demo 翻嚟，用咗一排，效果都唔錯。因為我哋都研究下點樣用會最啱。我哋一開始都係想揾啲流動系統，可以拎幾個喇叭出去喺學校唔同地方用。QSC 最吸引我哋就係呢一點啦，只要一撳就可以安裝同拆除。咁落真係幾好，我哋都玩咗一陣，最後仲決定掛起嚟嘅。呢度有4組，每組由6個 LA112 組成，安裝真係好快嘅，4組都只需要1日就可以掛晒，全部都用 Dante 連接，仲有 Mixer， 淨係需要一條網絡線拉上去就得，之後就串聯晒所有 LA112 喇叭。呢個安裝方法確實又簡單又直接，真係好享受用佢哋。呢啲喇叭好啱用嚟搞學校集會，我有試過播合唱團同埋啲樂器，效果都唔錯。我哋仲搞過幾次 disco， 有幾個 DJ 都嚟過，直接連接過呢套設備，覆蓋範圍對我哋呢度嚟講啱啱好。